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你们连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女排长叫杨晴？杨晴，想说有事情想请你帮忙。学长想要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宋凡，你还好吗？不好，是因为受枪代表，还是因为杨排很难追啊？你不要这么乱说好不好？照顾你我。彤彤现在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你为了当兵，你把她丢着不顾。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图卡，就有机会抽中豪华限量商品。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15号第41点台记新闻，我是谢美玲。新闻一开始提供观众朋友一个意外的消息这是伫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工程厅，下早呢8点外经过嘉义县德家乡159线道一个边高道的时阵有一台厢车的查某驾驶好像是想要抢紧，直接弄入去这个边高道内底，当场也将伫咧行的这个森林铁路工程车弄离开铁轨路，致使着交通中断。9点按嘉义出发到阿里山，为一个火车被迫来取消，也致使着101位乘客无法度来上山，车票呢会当专业来退费。而工程人员也将继续来排除铁轨路的障碍，赶紧来恢复通行。另外，伫其他政治消息方面，台湾民众党原本下早是要公布不分区立委的名单，煞伫昨暗赶紧来取消。原因呢有真侪讲法，郭文婷下早也针对着相关的议题甲代志来接受访问，咱来听伊安怎讲。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虽然那些名次的名单大致拟定了，但是还是要照程序的，中央委员会要开会，大家签字，这样比较符合正式程序。因为有传出党内是不满郭台铭两边押宝，可能会调整高虹安的排序嘛？不会啦，我们都讲话算话的正直诚信啊。那到底党内有没有不满这件事情？我讲每天，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不满的声音的，就是这样，你听听，能处理就处理，就这样。所以有人对赖香林也不满吗？有人也对赖香林排队不满吗？我就讲了我是没有听到的，但是这样的，反正这世界上什么声音都有嘛，所以我最后上面说我说最后我们还是开个中央委员会，大家都出席，名单公布，大家签字认账，好结束。所以你的立场还是会力挺赖香林第一吗？至少到现在没有变到这样。有发生什么事吗？是啊，那海选的部分，因为海选的人有些人不在前安全名单，所以呢，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质疑。这闹了，你说只要他没有在安全名单里面，他就质疑，这哪一门子的话？像吴欣怡是不是确定加入？你要不要参加？那吴欣是怎么样跟他去接触的？有我讲，这个等确定再讲吧。他自己有都确定他自己确定。这样反正公布你就知道了。他会进入安全名单吗？他的排序？问题是安全名单是多少叫安全名单，我都不晓得。有可能在6到10或7到5。没有啦，我跟你讲就是这样。这次选举真的很难预测，老实讲，特别这种。我看2个党还有亲民党，还有时代力量，还有我们这实在是太复杂了。这个如果说只有2个党很好预测，当然5个党在移动的时候，这实在是这数学模型都做不出来。像你现在鼓励这个总统票写上柯文哲的名字，我有这样鼓励吗？没有吧？他也不会吧？那如果他不会是另类参选，他不会这样讲啊。有啊，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到处在鼓吹要票投柯文哲，突然浪费30块的。没有啦，这不是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台湾马路政治评论家很多的，有时候到中南部去，就是那样讲。他说我们那些2个党都很有钱的，我为什么要投给他，让他多赚30块？故事是这样，没有人说要在上面写柯文哲的，拜托，要投会票不用写柯文哲。但这样是算是另类的测试的人气，这样是可以认为说可以测试人气吗？
测试啊，不用了，不要出怪牌啊。上次郭台铭在脸书 po 文说，政党票支持民众党、亲民党，他说饼要做大，第三势力才会赢。他这个说法是要等于是对你们来释出善意吗？啊，就这样嘛，这个反正他的人两边都有，他也知道两边都帮忙，不然怎么办？到底哪边人比较多？我们还是主要我们还是专业考量啊，就挑一个说，这个，哇，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嘛。我们还是比较功能导向啊。你觉得多这种偏是吗？不会的，偏的是什么？差不多了。哎，有没有其他题目可以问？现在七成的，就是民调显示有7成的游移票还没决定，然后怎么样？对，7成是游移票，哪有那么多啊？7%有7成的游移，7%的游移票，那你会？其实7%的游离票很低呢。我讲，一般选举倒是7%很低的，应该30才差不多。像你怎么看今天国民党部分区传出可能会把吴思怀和邱毅都移到比较后面，甚至是踢出名单外？那等他们发生再讲嘛，反正两个党我现在是在比赛嘛。所以你会看到民进党排除就是你建议吴敦义就干脆直接排除安全名单嘛，或是连部分区名单都不要排，会不会对国民党反而比较有利？没事，问下一题。你怎么看张善政早上讲说不要把庶民讲的都没有放？对啊，庶民也是可以有房子的，没有错啊，这也还好这样。所以你觉得韩国瑜的那个房产争议到最后能安然？不是啊，我跟你讲哦，他都可以开一家学校，你知道，他也不是穷人啊，所以说我倒觉得庶民跟穷人不一样啊，庶民就说我们只是，我老实讲他也不是庶民了。哎呦，好了，这个反正都政治口水，时间过去就好了，大家全国民众再忍耐一下，再50几天就结束了。这是这个问题的讲法。另外，在亲民党的部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进前才表示讲，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会有郭台铭的影。今麦传出讲，郭台铭的幕僚永龄基金会正副执行长刘宥彤甲蔡庆如也将要被纳入亲民党不分区的名单。这种情形也可能引起台北市长郭文哲的不满。连线记者叶婷来跟咱讲。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外传郭家军、蔡庆瑜以及刘宥彤可能会被列入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里面，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也形容郭董是生意人，似乎也对于这样的安排是不太满意。不过呢，今天蔡庆瑜是说郭柯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因此生变，带您听一下最新说法。与其说生意人，倒不如说企业家。那原则上，我们的概念一直就是希望说，结合这些第三势力一直在这个国会上能够突围哦。那原则上，这个美人姐刚才特别讲了，就是希望是五彩缤纷、七彩夺目。那这些人的表现，如果说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饼做大。那台湾不要再被这个蓝绿给绑架或束缚，应该要走出这么一条路出来。而且我们的思考都太被捆绑了。为什么要讲说这个是押宝？这是提供好的人才给所有的小党来共同能够为台湾提出更好的一个不分区名单。我并不认为不分区名单是看亲民党还是民众党，我认为在国民两党以外所有的小党的不分区应该是合在一起看，那这个才有力量能够在国会上面呢打破这个蓝绿的这个垄断。所以他们不是一个个别的郭董的名单或者柯市长的名单或者时代力量的名单，我们觉得是所有的小党的名单应该一同被这样子的看成整体，够不够力量来打赢这场选战，让小党可以进入国会。其实呢，今天刘宥彤在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有表示，就像鸿海有各自的品牌都是做代工，也强调郭宋柯三方的合作是有默契的。不过呢，也因为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还没出炉，郭办对于排名是不愿证实。以上是记者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咱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进前才被爆出讲，伫失业期间，伫南港呢有买一栋价值7200万的厝。最近又阁有媒体呢，甲伊曝光讲，伊的太太李嘉芬的好朋友有买呢这内湖工业区，其中一个姓李的厝主，真有可能就是李嘉芬。韩国瑜平民的形象也受到质疑，会在呢竞选团队也召开记者会，公布所有的房屋买卖资料。详细的情形，咱嘛要连线记者。小兵仪，
好，这样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呢，现在深陷整个豪宅的争议当中。除了日前被爆料买了7200万的豪宅之外，另外呢又有周刊来爆料他的太太李嘉芬，还有李嘉芬的闺蜜组成的贵妇购房团，而且不管在南港还有板桥都有购入这个豪宅。那么对此呢，今天早上整个竞选团队也出面开记者会，公布所有韩国瑜的房产资料，那么呢来跟外界来释疑最新情况，带您一起了解。卖出的价格是3620万元，所以在这个买卖过程当中，韩市长夫妇赔了290万元左右。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个房子拖到这么久才卖掉？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当时韩市长夫妇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想要脱手，但是就如同各位所提到的，工业宅毕竟还是有一些争议，所以在脱手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因此他们很早就想卖，但是要拖了一段时间才能够处分掉这样的资产。好，事实上呢，韩国瑜的整个房产呢，到目前为止呢，总共是4买4卖。那么最主要的是一开始是像是在2007年的韩国瑜夫妇他们在板桥购了一间3900万的一个房产，那么整个头期款大约有800万，用的是韩国瑜夫妇的一个积蓄。不过呢，当时转手是赚了1600多万。接着呢，在出售了板桥房子之后呢，换屋的时候呢，也在内湖购了一间房子。不过呢，当时也就是这个社区，也就是呢，在这个台北的无双社区，总价7220万。不过呢，从内湖换屋到南港，因为贷款实在太重，那么韩国瑜夫妇认为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因此呢就认赔来卖出，当时的损失呢是428万。那么今天早上的韩国瑜团队呢，公布了所谓他们这一些房产的一些资讯，那么最主要呢就是要解释这些疑虑，因为外界对他们整个豪宅的购物案有太多的疑点，那么就有这一次的整个公布来对外来说明。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好，咱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拄则咱嘛有看到，这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透过竞选办公室公布着伊太太李嘉芬名下的这个房屋，并且呢，嘛向这总统蔡英文来呛声。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下早来出席着公开行程接受访问，除了要求讲伊一概讲得清楚以外，针对着民进党内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伊嘛表示肯定。昨天因为最后不分区的民调要敲定啊，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做最后的整合嘛哈。那昨天最后的结果，我想代表了说不分区的名单兼顾到说多元还有功能性跟整个国会实务的运作的一些考量所做的一些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决定哦。那因为昨天我也有一些政务代码，所以中途有一些离开，很详细的讨论的过程，可能要由党部来做说明会比较清楚。对这份名单满意吗？因为现在里面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是中日所这个互换，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吃力。我想政党在处理它的事务啊，那尤其在不管是不分区的功能性，或者是在整个多元的代表性啊，那当然党部也会兼顾到整个地方选举的一些综合考量，这个部分我们尊重中央党部的一些安排。国副院长说，总统昨天有特别协调各派系，所以他气氛还算是平和。因为中途我有离开会场了哈，那讨论的过程应该是大家怎么样就在兼顾到说有不同的一些考量所做的一个结果嘛。院长看出说苏系的人嘛有些不开心，因为好像就最后干脆因为他们的人没有在里面，所以干脆就放弃这个没有，大家在讨论这个过程没有派系的一些考量，大概就是就整个实务上，或者是说在功能性跟比如说有一些专业的代表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会的代表性、多元的代表性的一些考虑。所以苏院长没有考虑到派系，没有考虑到。苏院长也认同这个名单吗？我不晓得，我早上就来了。那我想这个是中执会昨天的通过嘛，那我们就尊重中执会的一个结果。那部分好像说，因为韩国现在有个7200万的房地产，然后再来就是又有快爆出的3000万，那一下是买房卖房，一下又是都买房，在同一年的时候，那这个房地产的问题，然后他今天要开记者会，您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其实应该是要参选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嘛，不然到底他大家当然会对他的之前所标榜的形象跟现在很多的房地产当然会有很大的落差。那这个韩市长其实这个不应该闪躲嘛，我看不管是他他的一些好友也都出国然后这件事情近半也不回应那这个恐怕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没有厘清民众的疑虑之下，恐怕对他来讲也不是很好嘛，所以从实事上策，把话说清楚会比较好。那当然是最好是一次讲清楚。那蔡总统过去在选举的时候，这些事情也接受过检验了，方式就是一次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不过他的副手张善政院长他说不要把庶民讲到穷到都没有房子，他们是不是跟他选举的形象有点差？那我想这个张善政张先生的标准跟一般的庶民的标准就不同他假如把能够买7200万的这个当作庶民那这个在台北大概也是1/1000的标准，1/1000的人才买得起的房子嘛，他的标准跟大家不一样。好，谢谢。好，谢谢。好。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花莲市区最近是无平静。14号暗时有一个查某司机伊载着一个啉烧酒醉的人登去厝，结果呢，甲对方伫车顶呢是发生着这口角，也个拍人。警方到现场了后，这个啉烧酒醉的人客呢，也个摕盆栽要来牵车的挡风玻璃，真过分嘛真歹。详细情形，那边连线记者林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计程车前方挡风玻璃碎成一片，地上的盆栽甚至都还掉了出来，还有一名女子抱头痛哭。原来是花莲国联2路上14号晚间有酒客攻击女司机，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他很醉了，他也打，哪有打？这个盆栽是哪里来的？旁边的。在车上有先攻击你啊？没有，他就先把后照镜整个剥掉。据了解，这名刘姓女驾驶一开始载送酒醉的乘客回家，两人突然在车内爆发激烈的口角，乘客先是挥拳攻击，女驾驶吓到赶紧报警，也将车子停放在路旁。尽管员警到场后，这名乘客态度依然没有收敛，脾气还是非常火爆，直接就是拿路旁的盆栽往车上的挡风玻璃砸，更是吓得女驾驶当场蹲在地上崩溃大哭。除了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不知所措，更是担心车子会被砸得一塌糊涂。而其他车队同业得知这件事，也赶紧跑来现场关心。而最后，这名男子也被警方带回侦办。好的，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讯息。好，咱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屏东市传出了一件红婴仔死亡的意外。在14号下早11点外，一个2个月大的姓母的查某红婴仔，伊倒伫因兜的眠床，结果去互伊的妈妈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了后，同款是无救回来。原本是讲，这个查某红婴仔甲伊2岁大阿兄做伙困伫的眠床顶，好亲像是因为阿兄伫咧变身的时阵无小心才来缀着伊，毋过呢也早会无气，毋过这个警方勘查了后，案情是大转变哦。这个查某红婴仔当时是家己困伫摇篮内底，妈妈呢甲伊阿兄是困伫涂骹，兄妹2个人无困做伙，这阿兄是要安怎缀着小妹呢？嘛，互人想拢想无。即嘛警察嘛怀疑讲，这查某红婴仔伊的死亡原因是无单纯。
救护人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一个妈妈真紧急将红婴仔抱起咧救护车急救，看到这个红婴仔规身躯软膏膏早就已经无咧喘气，救护人员嘛随来 CPR， 坐伫边仔的妈妈又搁惊又搁烦恼的心情拢写伫咧面，搁不时咧哭。坐伫边仔查某婴仔的哥哥天真无辜的模样，敢若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经过评估，患者现在呼吸心跳。立即做 CPR 急救，直到医院。出来救人啦，从隔壁讲伊那死啊，安尼真哭啦。家属听到消息，真正唔敢相信，代志就发生伫咧14号早起11点外，屏东新北乡。当时这对姓母的小兄妹仔当咧困，但是2岁大的哥哥敢若是伫咧变身的时阵无注意去缀着敢若2个月大的小妹，互这个小妹无法度来喘气，就算妈妈随发现将人紧急送病院，无奈也是救袂回来。妈妈睡醒之后，发现这个几个月大的小朋友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哦。警方伫咧即间厝内扭起封锁线来咧采证，详细调查这个查某婴仔死去的原因。无想到新的发现，这个查某婴仔是家己困伫咧囡仔床顶悬，妈妈甲阿兄是困伫咧边仔地板顶悬，这个悬度相差30公分。阿兄是要安怎缀着小妹，嘛是互人想无。警方嘛怀疑这个查某婴仔的死无单纯，相关的原因还是要请检察官跟法医调查。警方伫咧现场无发现相拍的情形，到底死者是因为阿兄一个无注意，也是另外有温情，就爱搁等调查。但唯一会当确定的是，这个查某婴仔已经未负大汉。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的车手嘛有软心的时阵，伊发现讲被害的查某人年纪真大，行动又搁无方便，抑搁偷偷甲伊暗示哦，讲家己是车手。毋过呢，这查某人伊无要相信，共款是去互伊骗走着30万块。警方即马掠着即款诈骗集团，结果发现讲这个主嫌哦，过去其实一个生意厂的头家，因为讲无景气，归去改行做诈骗集团，也去收着拄啊毕业的少年人来犯案。2个查甫人为客人车顶下落来，行去对面。过偌久，一个穿红衫的人骑车出现，把车停伫路边，斟酌甲看，伊机车头前放一个物件，刷落就直接离开。这个时阵为客人车顶下落来，戴帽仔穿乌衫的车手就行过去，直接甲这包物件摕去，原来内底有30万块。诈骗集团四界要骗钱，互被害人心内足硬的。毋过有一个车手敢若阁有一点仔良心，伫个60外岁查某人约要见面，准备要交钱的时阵，看到对方年岁真大，行路阁无方便。良心袂得过，就甲对方暗示讲家己是车手，毋过查某人无听入去，为着要互顶头交代，干会当继续骗落去。应该全力告知嘛。这个诈骗车手全部拢听主嫌的指挥，伊拄回国就随互警察包围起来。调查了发现，主嫌过去是一个做生的头家，毋过因为景气无好，过去就甲生意收起来，改做诈骗集团的头人。下骹的车手有58个人。今年6到10月间以洗钱的方式将赃款由地下汇兑的方式汇兑到大陆的一个诈欺集团。蔡先生，主嫌看准真侪少年人拄毕业，佮真单纯，就甲人拐来做车手，即马放掠全部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科技大学一个应届毕业的查某大学生，伫个校外租厝的所在，去互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走入内底，想要来装这个监视器。警方经过真侪天的追查，将伊破案。嫌犯是住伫个被害人隔壁一个20多岁查甫人，为着要偷看真侪间呢，伫个厝边的厝装设着这个监视器。电脑内底也有其他6个被害者的监视录影画面。警方侦讯了后，是以妨害秘密、侵入主体罪嫌，将伊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手机画面翕到一个查甫人跪伫咧床铺，想要将插头撬开。Hello， 可以帮我看看门吗？门口的一个查某大学生转去厝，发现门无锁，但门顶悬的锁链锁阁锁着，就是伫房间内底是伊的室友，开喙甲伊话，希望会当斗相共开门。查甫人听到有人转来，赶紧离开。这个查某大学生惊一个案件就发生伫咧云林龙潭北路，离云林科技大学无远。这段画面红铺起咧网络，附近的人大家拢真注意。警方追查几落日，总算是破案。嫌犯是住伫咧被害人隔壁的一个20多岁查甫人，对伊的电脑内底发现，阁有其他6个被害人监视录影的画面，至少6个被害人。真的假的？对，好可怕！是我怕还是我其他学生会？还是会担心就对了。
嫌犯发现警察来咧调查，真无配合，佫走转去北部的厝内底眯起来。厝内的人知影警方已经掌握相关的证物，无法度来盗窃。伊的老爸就带着伊甲做案穿的衫、鞋啊，佫电脑到案。没有刑案资料啦这个部分其他他个人表示啦他这个资料没有外传，我都个人欣赏而已。查甫人一直回室内认错，承认有入去被害人的大个所在，要来装监控的监视器。警方表示，查甫人的动机是为着什么，也佫爱了解。但恐惊嘛，已经伫咧被害大学生的心内留下无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员区威杰当时嘛是网络红人歌剧甲 YouTube 志奇77视网膜共同组成的欢乐舞活动，14号下晡来举办着创党大会，包含着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佑堂甲台湾卫生党主席苏焕智，原本呢拢有意思想要到现场来致意，不过煞去互因来拒绝。歌剧就澄清讲是烦恼无大家邀请会失人的礼，另外呢是毋是要家己杀立委，或者是讲甲其他政党来合作，歌剧无讲出嘴，敢若讲已经有计划。最近就会甲大家讲，一时创党一时爽，全家欢乐无法挡。网络面试行政治来真的台北市议员区威杰歌剧，甲 YouTuber 志奇77视网膜欢乐舞活动成立大会，全部拢照报来，不过嘛是共款来变鬼变怪一个。任期2年得连选连任一次。选特党讲变做搬喙印比赛，视网膜是要等一个，不过煞老开卡条的，尾啊爱食伊上讨厌的盐酸鸡卵糕。因有党主席颁予网络面试网庆油啊，党主席变做总书记，创党大会就亲像 party 同款，气氛真热烈。团讲过台面这边，刘佑堂台湾卫生党主席苏焕智，拢想要来致意，互人想讲因是不是要合作，不过煞互拒绝。不过因为我们也不想给别人说我们跟特定的政治，因为如果要的话，那我就希望所有人都来，可是也不可能真的所有人都来嘛，所以我是觉得那就都不要好了。新的主席上任嘛，找到机会，经体拿力这阵啊，无分区的风波。今天随便乱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选的话，其实这就表示这个政党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值得这个尊敬的核心价值。这个我就今天不特别评论谁做比较烂，但是显然是真的有人交出来的成绩单比较差一点。那是不是有暗算要家己提立委的人选，还是跟别的定义参选人合作？入去国会，因也是无讲。征询呢，应该是一些朋友的一些意见啦。那我觉得未来的这段日子，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想法，这样子。我相信党主席也是不会哭啦。2020网络面试宣布组新的党，要伫严肃的政坛为大家甲初心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扩大秋冬旅游补助方案到今年年底，为着要抢上尾1波的商机，台中市饭店餐厅也有伴手礼业者就大团结，整合着各产业资源，推出着一连串跨界优惠活动，要吸引更加侪国内外观光客。在年底这个时阵，来台中泡温泉赏花，来食饼啉茶，做伙来感受着台中地区好食好耍的所在。台中的美景安怎算都算袂了，尤其是伫这个秋冬的季节，景色是真特别。台中国际观光发展协会串联50多间相关的产业，将特色结合做卖点，对饭店高工的料理，到风格夜市啊、总铺西小食，还有台中有名的糕仔饼、茶、酒，搁再配上景点甲饭店，大台中好食好买好佚佗，要互你一概享受，都唔免开大钱。我们这次的快闪呢是周一、周日入住只要2020，再搭上我们的秋冬补助，扣掉1000只要1020。协会大团结真有气势，将大台中产业的资源一摆就整合到底，佮用艺术的棒来做个商务就好，看到花甲女性想爱的造型，将台中观光的特色拢展出来。美食料理甲特色的饭店是为着要请游客来台中佚佗，欣赏在地人文、流行甲自然生态。不只享受这个政府的奖励计划之外，我们也能够提供最好的优惠跟服务，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到台中来。真澎湃、重量级的活动一直到12月20号，来台中，互你体会上下好的食、大、买甲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今头要说来去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这达那遗国被叫做是苦花故乡。不过10年前北北风灾将当地生态是拍甲密密茂茂，和苦花鱼一阵仔呢拢无看到。互你家在经过10年的复育工作，苦花鱼即马又搁活跳跳出现咯，也正做着达那遗国的新景点。
清气的溪仔底有真侪银色的鱼仔咧游水，这个画面让人心情真放松。啊，这鱼仔网耳真优雅，不过网耳嘛真活泼。溪仔底这袂输那箭头同款的鱼仔，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苦花，下面是台湾鲜暗鱼，嘛有人叫因过鱼。嘉义阿里山淡仔渔港，清气佮袂伤冷的水，上适合因生活。银色的外表有带一寡乌点，因为爱食藻类的食物，互人感觉伊的鱼肠食起来苦苦，所以就叫伊苦花。苦花真有活力，力头真饱，真侪人嘛拢真爱来挑战钓这种鱼仔。不过10年前爸爸风灾，互苦花位淡仔伊佮无去。当你看到那个打那个的情况，你会觉得哇，打那个可能以后会消失了。经过三美村民众的呼吁，互苦花搁一摆出现伫溪仔内。先自己用人工挖一个大型水池，然后找苦花的鱼苗，然后再打来古溪开始做孵育。爸爸风灾受到迫害，不过民众真骨力的呼吁，总算互苦花搁一摆出现，那正做淡仔渔港的新景点，嘛互爱钓鱼的人会当继续搁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今仔日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暗的天气依然是有较寒。台南以北东部到恒春沿海比较较空旷所在，气象局嘛继续发布着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水气无济，今仔日明仔载2天各地拢会当看到日头。啊，不过到礼拜日，受到今年第26号风台海鸥外围水气的影响，北部东部会搁再变天，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到后礼拜一方面通过，搁再加上东北季风搁增强，各地高温拢会明显又搁降低。特别是到后礼拜二哦，北台湾高温拢伫20度以下，早暗低温是16度；中南部高温嘛来到22到26度，低温是18到19度。天气变化大，观众朋友爱小心，唔通去感到。现场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新北九份是旅游的热门景点，因为讲车坐山路有较矮，沿途呢拢是红线。进前呢有民众因为讲车顶这囡仔想要变数，就甲车临时停伫九份的这红线顶头，去互警方来处理，而引发着争执咯。不过红线原本就是袂当临时来停车，驾驶上尾啊也是被开一张罚单。李小姐先请咱们连线记者王志雄。好的，主播观众，赶快先带你来看一段争执的场面。他下车而已啊，他上厕所哎，他上厕所而已。你没有看到我在那边吗？我就是我注意看，不好意思，我马上走，拍手，马上走，我马上走，不好意思啦，我不是故意，他们是小。这是发生在11号的九份老街，有民众开车带家人到九份出游，车上小朋友呢想要上厕所，驾驶就赶快把车子临停在公车站旁边，暂停不到2分钟的时间，远警出现了，上前过来取缔，认为车子停在红线上就是违规。不过驾驶说呢，不算是停在路边，因为人还在车上，而且也没有熄火。双方对于停车的认知不同，在现场僵持不下，一旁路人呢全看了傻眼，但最后这名驾驶还是吞了一张红单。那么警方在事后呢也对这起争议做了说明，只要有民众贪图方便恣意违停，就会造成车辆的回堵。那针对违规临停的部分，我们家长取缔予以告发。警方是说呢，九份山路狭隘，而且道路蜿蜒，全部都画红线，再加上这名驾驶当时停在斑马线上，一旁又是公车站，临停对附近交通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强调呢，即使车辆没有熄火或是驾驶还在车上，都还是属于违停的范畴。在这边要提醒各位用路人了。那么以上是我们掌握的详细情况。好了，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国民党公布不分区立委名单了后，各界批评声音是真大。这几点呢，包括着欠这认定，还佫有专业性真低。因为林前或者是讲妇人派影，而今仔日下晡，党中央也临时加开中常会，将对名单佫再做讨论。详细请咱的连线记者陈怡良。好，主观众带您关注一下，国民党呢提出了不分区名单之后呢，其实是引发各界讨论，那甚至内部也有不少的批评声浪。而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民党会临时来加开2020国会过半以及总统胜选的一个中常会。那对于这个中常会呢，似乎是有可能会对这一份不分区名单要来继续来讨论。那现在也传出了，有可能呢吴敦义本来列为第10名，有可能会有所调整，现在列为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有可能吴敦义会改列，不会列为这个不分区名单当中。而第二个方案呢，是有可能吴敦义呢会改列第14名，这个名次会继续来往后延。那只是呢，这是不是真的有所做这个讨论呢？也是各界现在关注的焦点。那立委呢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先来带你来听听看。我希望党中央对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能够有做出最后调整的一个空间，也呼吁党中央不要放弃最后急救的一个机会。前几天丢出来那个名单，无法说服选民，也无法说服社会大众，更无法说服年轻世代相信这个党会有要跟这个未来的世代去做一个沟通。所以我希望今天党中央的名单丢出来是一份漂亮的名单，是一份可以说服人民、说服社会，国民党已经准备好重新来去执政。不分区立委跟我们的这个总统是联动在一起了哈，我们都希望有一份是符合社会观感，还有大家能够认同的哈，能够帮忙这个走选举来为国民党加分啊！我相信这个中央已经听到大家的意见，他会做最好的调配。好，可以听到呢，其实包含了邱毅、还有车以静、还有吴思怀呢，都现在传出有可能不会列为不分区的名单，而只是呢，现在国民党中央要怎么拆解这个炸弹，也就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上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现场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好，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另外，公园离场2只台湾细只乌禽已经学会晓做球的技术了。当初呢，这2只细只乌禽分别是伫台东去互人找到，交由林务局特生中心来照顾。几个月了后，这2只细只乌禽学会晓做球的技术，离野放时间愈来愈近了。而因这真活泼果水的形，嘛，互真侪介意乌禽的人看到真欢喜。为着空心的车裤，真欢喜跳顶跳下，并来并去佚佗的真活泼的模样，互民众拢感觉是真古水。而且上互大家欢喜的是，住伫咧特生中心的这2只细只乌禽，拢已经学会晓起绣的功夫。筑巢也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因为它必须要懂得夜晚，它要躲避敌人，它要爬到树上去，它要有一个舒服的窝，就像是在野外的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2只细只乌禽总算有舒适的厝。7个月公园小乌禽木拉斯7月底伫咧台中县海水乡，甲妈妈来走失线。另外一只离岛细只禽是9月伫咧南环离岛部落偷掠鸡的时阵，互人掠起来，带入去特生中心，嘛一直咧学野外求生的本事，为中心野放做准备。我们台东的熊，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它回到台东这个地方来放。那自己确切的地点，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许多的因素啊。那目前我们还在选择地点，还在做评估。林管处表示，台湾乌禽是世界上唯一会晓家己编起厝的禽，但是先天的也是后天来学习的，就要搁等专家继续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中的街路有一个大约11岁查甫囡仔排打伫咧卖白仔。原来呢，伊的老爸破病，为着要趁医药费、厝税钱，也佮有生活费。伊放学了后无去辅导班，是家己一个人伫咧街路卖白仔来趁钱。那安尼，伊佮来斗3工来照顾着伊的老爸。这个代志，互人知影了后，也互不少网友看到拢真唔甘。穿一领黑色的衫的查甫囡仔，家己一个人坐伫路边摆搭，伫纸板顶悬写着每一箱白仔介绍，同时嘛将伊的心声写落来。11岁君君甲老爸相依为命，老爸煞因为糖尿病甲肝硬化倒落，无法度做工课，生活是非常艰苦。但是阿嬷伫新竹有厝，所以无法度申请低收入的补助。君君为着要将老爸医药费、厝租甲生活费，只好放弃下课了的补习班，家己一个人来街路卖白仔补贴厝内的费用，搁爱无闲照顾破病的老爸。我就想说，爸爸现在身体不舒服，所以我要尽一份心力照顾爸爸。我想要赚很多钱，然后养爸爸。君君每一天坐伫路边4点钟，头一暗摆打2点钟，才赚100块，但这个收入嘛是互伊真欢喜。没有能力可以帮，所以我们才想要赶快找一些就是能够供应他们资源的啦。我们先帮他们出资本，然后让他们去做赚钱的动作，然后自己再去补货这样子。慈善团体伫面册顶抛出君君的故事，小小的年纪遮尔捌代志嘛，互网友看到是真唔甘，拢找人来咧甲伊买白仔，希望会当帮助到因白仔囝，嘛希望伊的老爸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互君君会当放下这个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密苏里州的动物救援中心最近有收留一只出世只10礼拜大的这个狗仔，伊的头壳中呢有换一条毛，看起来就好亲像是生毛的怪兽同款。这只狗原本是去互人等伫个狗窝，经过 X 光检查显示讲，伊这头壳顶头的尾呢袂安尼害来害去，嘛袂痛，所以呢无需要动手术。敢若伊有的这狗仔的外形，嘛互伊受到网友的欢迎，即卖也成做网络真情真红的狗仔。夹着布翁仔7毫米真活泼，这只只有2个月大、细细只的狗仔囝，毋是一般的狗仔，伊的额头中加生出一条尾溜，一看敢若是一只毛毛的独角兽，独一无二古锥的外形，嘛互伊最近伫咧网络顶悬真红。This 10-week-old was born with a tail on its forehead, earning him the name Narwhal. It's a type of whale with a tusk. 密苏里州的动物救援中心伫咧一个狗窝找到这只互放杀的狗仔囝，发现伊的额头中加发一条粗粗短短尾溜，所以将伊号名独角兽纳恶。经过电工检查，发现纳恶额头的尾溜无连到任何身躯的部位，只是平常时下海叮当，因为这条尾溜袂造成伊的痛痛，兽医认为无需要来动手术。Veterinarians say the pup is healthy.And there's no reason to remove the tail. 那额头的尾溜大小只有真正尾溜的1/3。医生认为伊应该有拉长犬的血统，但那目前无开放来收养，因为兽医会继续来观察伊额头的尾溜是毋是会过来变大，参像是独角兽特殊的外形，嘛互那伫咧网络平台顶悬声上亲名的迷众来咧对流浪狗变做是网红名称。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受到炸弹低气压甲冷气团的影响，14号要暗暝呢气温向上煞降真低。北日本甲北陆的所在透强风，北海道嘛开始落大雪。日头落山了后，风是冷叽叽，国内民众这2天啊，若是有要去日本佚佗，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势对着交通的影响。日本任何时代上强的冷气团来啊，那海边啊出现小狗影，伫北海道北部的流氓区，更加是出现大风势，互人无法度行路。非常に風が強くて前に歩くのも非常に難しいぐらいです。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流氓市场下晡风上头的时阵，1秒有26.9公尺，海边的停车场过无偌久就开始予雪砍掉的，气温更加是亲像出流浪同款，无到1点钟就位-41.8度，落到零下1.8度。伫北海道上北边的地雷区，昨下晡4点，气温降到零下3.4度，札幌的温度嘛落到零下2.5度。日本真有人气的艺人团体阿拉西，目前伫办出道20年的巡演，这站拄好来到札幌的巨蛋。どう思ってますこの天候は？最悪です。しょうがない。嵐に遭うために。日本气象厅讲，这方面来低气压足旺的，目前向北海道北边去，造成日本北部挖日本海的所在风愈来愈透。山形县的酒店市的风速达到1秒30公尺，等于是11级的风。北海道更加是出现大风势。北海道の北にある発達した爆弾低気圧に向かって風が吹き込みます。北海道昨过头了后开始落雪，到暗时天气更加歹，道船拢停驶，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嘛临时停课。预计到15号尾暗暝，北海道的雪可能会有60公分高，北陆嘛有20公分高。这波冷气团关东关西感受拢会真明显。东京15号下晡，唔那风会变强，尾暗暝气温嘛会向上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做出的这补贴申请放宽，20岁到40岁高薪的少年拢会当申请。详细情形广告了后，做过来关心。1麻56，还有8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啊！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每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政府又再提出真济优惠措施，租金补贴明年将会扩大来举办，同时也会放宽掉这个申请的标准。除了纳入20岁到40岁高薪的青年，原本申请的这个所得标准，嘛按上加生活费1.5倍放宽到2.5倍。租厝的人厝买袂起，每个月拢有固定的租金要支出，对着打出社会的人来讲，拢是一种负担。政府明年将租金补贴的申请标准来放互零，以算补助名额会对原本6万户加倍提高到12万户。如果有一些补贴的话，我想对年轻人会有感的。可我觉得年纪越大，感觉越不需要这种补助，会不会就是给的太多了？面对政府提出政策，民众的看法无相同。来看今年7月开始上路的租金补贴，单身的人申请都要满40岁，明年开始资格对20岁到40岁单身的青年拢会当来申请。申请的所得标准嘛放零，对原本上加生活费1.5倍放零到2.5倍。以台北市为例，月给本来要比25000块搁较低，才会当符合资格。未来月给只要比42000块搁较低，就会当申请租金的补贴。若户籍甲租厝的所在嘛无搁再限制，一定要伫咧同一个县市。申请的时间更加对每一年的7月、8月改做一年有2摆的机会来申请。那我们预计明年已经要把补贴的6万户增加到12万户，好，那我们也会增加，我们也增加了28亿的预算。准备投入。就惊部分的厝主会烦恼，安尼就要纳搁较侪税金。只要参加租金补贴的厝主，政府嘛规划3种税金的优待。若综合所得税，每间厝每个月有1万块免税的额度。房屋税甲地价税嘛会按照家己大的税金来算。政府提出办法，但是是毋是真正会当减轻租厝的负担，也是只是短期的减轻，恐惊爱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有这种讲两饭，听讲食过了后就会调的，到底有偌好食呢？讲过了后，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食看卖咧。1麻5六，还有8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夜小河。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有一道真赞的料理叫做贡卵饭，利用这肉燥配合着贡丸、卤卵，这种简单简单的好滋味，听讲食过就会调的。看到大家手的拢有一碗，这碗的名真特别，就叫做贡卵饭。肉燥的味道恰到好处，然后卤得很入味。传说中的贡蛋饭，我自己的朋友，比如从桃园来的，他就说：“像你不用给我准备便当，给我1碗贡蛋饭。”贡卵饭就是白饭加上贡丸、卤卵、青菜，尾也搅肉燥，简单的料理，1碗60块，真有诚意。开业20年，过去佫险啊收掉，好佳哉有校友，甲1年赚1百万的头路辞掉，为工程师解读来卖食的，甲店搬落来，才互贡卵饭会当佫继续卖落去。是刚好出差回到台东，就会进入校园，然后再来品尝一下他们高中的这个就是岁月。所以我觉得离开台东的小孩子，我们都一直在找一个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回乡的一个机会，这样。
讲两饭唔拿互毕业的学生怀念过去青春的时代，一出特别的料理，嘛互台东高中所有的人拢有一个同款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1麻5六，还有8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夜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黄曼丽，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不要在乎刚刚的失败，也不要想等一下有可能会失败，拿出自信心，保持平常心，你可以超越自己。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在怀疑史奈达跟农行之间船上运的毒品有关。说，吴品瑞叫你来问些什么？不是啊，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吧？我已经够客气了，给我看什么眼色？说啊！这个画廊有太多不能被知道的事。吴老板为了这些交易记录，连我跟我女儿，他都不放过。怀疑我哥的死因并不单纯。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甲台视中校节日翕相，抽歌戏舞台剧门票活动，新着11月11日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日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卖奖团这个活动图文，都有机会甲歌戏舞台剧门票早倒转去。下礼拜抽4个好运的观众，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卖奖团。副总生病了，不过不用担心，罗莎会照顾他。你确定他们俩死对头？你跟我知道？对啊，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喝热热的东西最舒服了。已经很久没有人为我报道了，你让我想起我了吗？靠，会不会聊天啊？丁丁呐？李爷一定很遗憾，希望我们都不要重蹈他的覆辙，错过不该错过的。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希望说我们下一代如果有兴趣，他们也可以承接，把这个不管是客家啦、美食的精神，再能够更深的去扎根。我们的客人基本上就是从阿公阿嬷那一代慢慢的延续下来，就是说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带着儿子这样子来吃，那可能出国了，他回来也会怀念一些家乡的味道。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奴才给纯主子与主子请安。明玉啊，你从前向来与璎珞关系要好，今日他来找你，你们要好好叙叙旧啊。不必了。明月，没事吧？明月，你受伤了？每周1至周4晚间10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终极惩罚3只眼，他大便了，你看他看到大便了。好险，我很悲伤哦，我在今年我已经皈依了，我不能吃生的，当然我说了一定的。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1麻5六，还有8天。
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夜小河。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海军陆战队士兵信条。黄曼丽，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不要在乎刚刚的失败，也不要想等一下有可能会失败，拿出自信心，保持平常心，你可以超越自己。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在怀疑史奈达跟农行之间船上运的毒品有关。说，吴品瑞叫你来用些什么？不是啊，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吧？我已经够客气了，给我看什么眼色啊？说啊！这个画廊有太多不能被知道的事，吴老板为了这些交易记录，连我跟我女儿，他都不放过。怀疑我哥的死因并不单纯。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甲台视中校这期翕相抽歌戏舞台剧门票活动，新的11月11日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有丽花 FB 卖奖团这个活动讨论，都有机会甲歌戏舞台剧门票早倒转去。下礼拜抽4个好运的观众，详情请看我想有丽花 FB 卖奖团。副总生病，不过不用担心，楼下会照顾他。你确定他们两个死在一起？你跟我主动。对啊，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喝热热的东西，最舒服了。已经很久没有人为我报道了，你让我想起我了吗？靠，会不会聊天啊？丁丁呐。李爷一定很遗憾，希望我们都不要重蹈他的覆辙，错过不该错过的。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希望说我们下一代如果有兴趣，他们也可以承接，把这个不管是客家啦、美食的精神，再能够更深的去扎根。我们的客人基本上就是从阿公阿嬷那一代慢慢的延续下来，就是说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带着儿子这样子来吃，那可能出国了，他回来也会怀念一些家乡的味道。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奴才给纯主子与主子请安。明玉啊，你从前向来与璎珞关系要好，今日他来找你，你们要好好叙叙旧啊。不必了。明月，没事吧？明月，你受伤了。好光景。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意大利跑车制作商法拉利在罗马推出新款豪华跑车，除了无人通好比的动能、动力性能以外，优雅又个顺的这线条也充分展现出高级品牌以喜欢甲人无同款的所在。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咧，我是夏美玲，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等者请继续收看台视中道新闻，咱再会。1马56，还有8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